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你。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34首，圣诗134首。老母早带囝儿。这是咱同心用主祷文三个来讲道。愿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用上帝话来启用启文第37篇，圣诗后面启文第37篇，记载箴言23章。免着我来启，兄姐来应。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嘴若讲正直，毋通羡慕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叹4年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
就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就将你的心交托我。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用仁爱甲公义伫引带全世界的万美的主上帝。愿欢喜踮伫你的面前，用懊恼的声音甲感谢的心，献阮心灵的祭祀伫你的面前。眷顾甲平安的上帝，阮所经过的日子，若毋是你欢喜引带阮甲赏赐阮，阮的脚步就的确摇拽，阮的内心也的确失去平安。天父，阮也知，你伫阮艰难甲困苦的时，常常牵阮的手，做阮及时的帮衬。阮更加应该感谢的，就是你安排阮伫阮的家庭的当中有老母、老爸疼、兄弟姊妹的情谊的气氛。你互阮对家庭温暖的疼的气氛，来体会你超越的疼。总是阮也有缺陷、偏见、私心。甲过分的欲望，致使到对阮的家庭、社会、甲世界的各所在，有制造出真侪你所无欢喜的纠纷甲交战。主啊，愿恳求你热砍阮的过失，赏赐阮有新的性命甲心智，来离开遐你所无欢喜的不义。愿你的公义永永伫地，互阮无正义的人类，拢会屈服伫你的公义甲真理。天父，这个时，阮特别要为着目前肺炎的疫情，恳求主来掌权，互这个疫情紧紧来得到控制消灭。同时嘛，赏赐智慧。互遐个学者研究病菌的专家，来找出正确的医药，来帮助得到感染着的人，互因的心灵拢得到医治，恢复健康。这时恳求你的神。来点伫阮当中，对你的忠仆陈牧师所要传达的信息，互阮明白你圣经内的真理，搁顺坦来遵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甲来强受上帝的话，记载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伫台语汉语本244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么对第1节来看到第7节。第1节，对上帝旨意，只有伫基督耶稣换命应允，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批寄予我所疼的囝提摩太，
愿你对爸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得到恩典、怜悯、平安。我感谢上帝，就是我煞接列祖用清奇的良心所服侍的。伫祈祷的时，我少念你无煞，记得你的流目屎，暝日心无见着你，互我满心欢喜。念着你的心内无假的信，这个信是大圣点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我深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为着这个缘故，我点起你，爱你，将上帝对我的欢手所予你的恩赐搁奋志，亲像火火搁焰一样。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神，就是关灵、仁爱、守己的心神。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搁遵行去行的人。今日早咱的协助牧师、佑心牧师所要传达的信息是老母的影响力。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所以大先甲咱教会所有遮的妈妈讲恭喜，愿上帝保守恁有健康的身体，会晓用智慧来治理家庭，佮将上宝贵的资产信用传承予恁的子儿孙，互因会当因为恁来得到上帝祝福。伫美国东海岸西维吉尼亚州有一个小镇叫做 Weberst， 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内面有一个热心听主的主日学的老师，叫做 Ann Jarvis 安贾维斯。这个 Ann Jarvis 伊伫教会主日学拢总教26年久，有一日已经10条届的第5届。就是讲，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摇化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伊用这则圣经节来教导这个主日学学生，着爱孝敬因的父母。倒是当阵伊的查某囝恩娜嘛，一个下骹咧听，伊细汉的心灵内面深受感动。这个主日学的老师伫1905年5月初9过身，所以教会伫别逝2周年的时，为着要纪念伊对主日学的贡献，所以举行一场的追思礼拜。因为这个老师 Ann 在世时伊真爱花，所以伊查某囝 Ann 为伊准备一箱白色的康乃馨剪用花。来孝念伊的老母，互大家会当秉持行情，用这朵花来代表老母疼迄款的纯洁、牺牲、忍耐、永远不变的疼。这就是咱伫母亲节的时，咱爱编剪用花的由来。毋但纪念伊家己的老母，嘛纪念所有人的老母。伫遐讲老母在世时受上济的艰苦。总是因所得到的报赏，却是上少的。后来，这个查某囝为了要争取一年内面有一日是纪念老母的节日，所以写批予当时老罗斯福，予真济州的州长马克吐温甲洛克菲勒这个高人嘛得到因的赞助，所以经过10年的打拼，到伫1914年时。对美国阿拉巴马一州的众议员提案，这个案经过当时参众两院投票通过，所以定出每一年5月初2，正做母亲节，是美国的母亲节。后来经过因的总统28任的总统 Wilson 签署，所以这个案
就成立。到伫1920年时，6年后，全世界已经有43个国家用这日来庆祝母亲节。咱台湾是对民国42年1953年开始实施，到伫今仔日，差不多全世界所有国家拢用5月第2礼拜做母亲节。伫每一年母亲节的时，行前拢编一类剪用花，这是因那老母上爱的一种花。总是真可惜，今年咱受到武汉疫情的影响，咱嘛无花通变。迄个红花是代表老母也得的，白花是代表老母已经别逝。总是无论是红花还是白花，老母的疼永远袂消失，永远互这囝儿孙来孝念。因为老母的疼是对上帝来，所以当咱咧孝念老母的疼的时，同时咱嘛是孝念上帝的疼。所以有人讲老母是代表上帝伫世间所扮演疼咱的一个角色。伫英文母亲节 （Mother's Day） 伊的写法是 mother 了一点再 s day， 毋是 mothers 再一点再 day， 迄啥意思？有啥无共 ？mother 一点 s day 就是表示讲，这是我的老母的节日。参 mothers 后壁这一点 day 是无共，所以意思是讲，我的老母的节日，所以强调爱疼家己的老母。这是母亲节上大的意义。今仔日，我要对圣经内面来介绍2位老母，就是提摩太老母幼年基，甲伊的外妈罗伊。伫圣经内面有几啊位真伟大的老母，亲像摩西老母约基别。摩西老母伫摩西拄生出来时，伊会晓用智慧，互摩西性命得到保全，无受到法老王来杀害，而且伊教育摩西犹太人传统的信仰，互伊知伊的身躯顶所流的血是希伯来人的血，伊爱听这希伯来人，这是摩西老母上伟大的贡献，互伊后来会当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另外一位老母是撒母耳的老母汉娜。汉娜本来是无怀孕、未怀孕的，总是伊甲上帝求讨，上帝予伊一个囡仔，所以伊甲这个囡仔号做撒母耳。撒母耳啥意思？就是讲，这是我对耶和华求来，用这个名来纪念这个囡仔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伫这个囡仔长大了，伊甲撒母耳送到示罗祭司以利的所在，互伊归伫耶和华，一世人服侍上帝。这个老母伫囝儿身上所留落来，就是迄个信仰的影响。所以咱常常讲一句话，讲摇动摇篮的手，就是摇动全世界的手。所以一个伟大的人物，伊背后一定有一位真伟大的老母。提摩太老母嘛是一位真伟大的老母。罗伊甲幼年基2个人的名伫圣经内面记斗阵，并不是因为因是老母甲查某囝的关系，乃是因为因对上帝忠实信仰，甲因对圣经的认捌。更较重要的，就是因2个人共同关心栽培提摩太的信仰。所以这2个人的名伫圣经内面只有出现一遍，总是因的名要永远留伫基督教会史顶面。使徒保罗的心中对这2位妇女有留落真深刻的印象甲尊敬。伫主后67年，保罗对罗马寄批予提摩太，迄张上尾后一张批，伫提摩太1书后书1章第5节，伊讲想到你心内无假的信，这个信是代生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基。我深信这个信嘛点伫你，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受关于罗马的时，伊听候要处死进前，伊寄互这位伫信仰顶面伊所听提摩太的批信。保罗心中伊切切盼望会当得见到提摩太最后一面。伊知影伊的生命检查无偌久就要结束，总是伊嘛相信通过提摩太甲其他遮的同工，会当互福音继续传落去。保罗是伫之后50年第2届海外旅行报道的时，来到罗斯德，伫遐伊见到提摩太。所以保罗见到提摩太的时，开始就注意到提摩太伊的品格，甲伊敬畏上帝生活。伊发现提摩太伫当地遐信徒中间有好的名声，所以伊认为亲像提摩太这款的信徒，只要加上训练甲造就，会当伫福音顶面成做上帝所动用的器具。因为提摩太对细汉就接受伊的老母甲伊的外妈对圣经的教导，所以提摩太信仰毋是对保罗来开始，是细汉的时外妈甲伊的老母就对伊的训练。所以保罗伊只不过是伫别人野种的土地来收割。提摩太这3字，伫希腊语的意思是敬畏上帝的人。这个名可能是伊的犹太籍的老母尤尼基替号的，因为伊的老爸是外邦人。尤尼基甲罗伊伫信仰顶面，毋是采取一种自由信仰的方式来教导提摩太。什么是自由信仰的方式？就是我认为宗教是自由的，所以等囡仔细汉，等伊大汉的时，才互伊来做信仰的选择。所以毋免伫伊细汉的时，就强迫伊爱信什么款的宗教。亲像今仔日，嘛有少数才会做基督徒的老爸老母，因掠说囡仔的时上主要是爱读册，所以无时间来教会。等较大汉的时，才带因来教会。结果等囡仔大汉的时，要带来教会，因袂来。父母则伫遐咧艰苦心。罗伊甲尤尼基并无因为提摩太遐细汉，所以用这个做理由来延前提摩太宗教教育。所以兄弟姊妹，这点真重要。我有一届伫台中一间教会讲道，我迄个题目是信仰的传承。讲到了，有一个少年较年轻的老母来找我。伊甲我讲：牧师，我感觉信仰是自由的，所以我无要强迫我的囡仔细汉就带因来教会。我要互因伫大汉的时，家己来决定因的信仰。我甲即个姊妹讲：恁若捌经历过咱的上帝是活活的上帝，咱的上帝是会当信任，是因刷保守祝福你的上帝。恁哪会趁囡仔细汉的时？就带因来教会。我说一个比喻，我讲伫你的面头前有2区田，第一区田是真水真肥，无杂草嘛无石头的田；另外一区田是打扫、刺皮、杂草满满，阁有石头、有玻璃以外的铁钉仔的田。你要将你的种子也伫搭一区田，还是讲你要互我的种子家己决定？这个姊妹听了，甲我讲牧师，我知啊，我明白啊。提摩太老母甲伊外妈伫提摩太细汉的时，就晓用圣经的教示来教导伊，帮助提摩太养成伊的品格，阁有真水信仰的生活。虽然这2个福音人，因检查只有知影旧约的一寡内容。因并无清楚迄位因期待久久的弥赛亚，已经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份来出世。传福音3年了，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3日过活。伫耶稣的身上有救赎的带领，因检查无清楚这个，总是通过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互因会当明白，互因会当将旧约犹太教的信仰
甲新约耶稣基督的信息甲连贯起来。提摩太会当成做保罗伫主内的囝儿，是因为伊的老母、伊的外妈伫细汉的时，伫伊心中有耶路真理的种子，佮借着保罗的教导，最后伊成做上帝所动用的工人。所以箴言22章第6节有讲教导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伊到老也无歪错。后来，咱看提摩太，伊果然成做保罗上好的同工，一直到保罗离开世间。伫保罗最后叫提摩太批信内面，伊爱提摩太来到罗马，互伊会当离开世间以前来陪伴伊。所以对这点，咱会当看出保罗甲提摩太两个人有亲像迄个爸囝真深的感情。尤尼基甲罗伊，伊并毋知影上帝伫提摩太身上有遐尼伟大的计划，因只不过是尽因做老母的本分，亲像奥古斯丁的老母莫妮卡，伊嘛毋知，伊的囝儿后来伫教会树顶面会当成做上伟大圣奥古斯丁。原本是一个放荡败坏的奥古斯丁，因为伊老母30年来，逐日为伊流目屎祈祷，上帝听伊的祈祷，互伊囝儿伫33岁，主后387年悔改信主。伊的信主影响了当时整个基督教，特别伊的著作内面有2本册《忏悔录》甲《上帝之城》，这2本册是基督教历史上真出名的作品。无一位神学家捌亲像奥古斯丁造成遐尼大影响力。伫中世纪，咱看这教会的学者甲改革的领袖，差不多拢是奥古斯丁的学生。伊的正统神学论影响对第5世纪到第10世纪整个西欧的基督教会。是啥物？互奥古斯丁会当产生遐尼大的变化？老母的祈祷，老母的影响力。格里汉牧师，伊老母，伊嘛毋捌想过，上帝通过伊的囝Billy Graham牧师所做的事工，是拯救了几百万人灵魂。互格里汉牧师成做20世纪上伟大的布道家。老母的祈祷，老母的影响力，对伫遐个尽忠信靠上帝老母，上帝互因的囝儿有因所料想未到的成就甲欢喜，因为因有将上宝贵的信仰、上大资产留落伫因的囝儿身上，来影响整个世界。今仔日是母亲节，除了代表教会爱每一位咱做妈妈的讲恭喜以外，我嘛爱恁做老母的，毋通忘记恁要留落什么，互恁的囝儿孙。罗伊甲尤尼基这2个住伫小亚细亚的负责人，无人会注目，总是因为因用正确的信仰的态度，甲圣经的教示来教导提摩太，因为为提摩太日夜祈祷，互提摩太成做初代外邦教会中的传教者。互今仔日全世界基督徒去读圣经的时，伫圣经中参罗伊甲尤尼基来修读。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位做老母的，会当学习罗伊甲尤尼基身上所作为，将上重要、上宝贵的资产信仰留互恁的囝儿孙。咱同心来祈祷。向阮的主，阮感谢你，伫这个欢喜的节日，阮看到真侪出外这个子弟，倒来到日台南，参因的老母欢喜来过母亲节。这是阮要为着阮教会中间受你交托做老母的来祈祷。感谢因中间有个人的儿女已经大汉，有人的细囝
幼园伫成长中需要老爸老母的照顾。伫即个属于老母的节日，愿恳求上帝赏赐这个做妈妈的有聪明智慧，加添因的气力，保守因有健康的身体，来做一个尽职的老母。尽你所交托予因的责任，将上宝贵的礼物留落伫因的囝儿孙顶面。嘛，恳求上帝祝福伫阮每一个人，伫阮的家庭。阮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伫咱的酒报的第3面的所在，叫一首祖母的祈祷。这是奉献，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5页的所在。周报第5页的所在，教会消息。第一，咱对5月初起，咱有聘请陈尤新牧师担任咱本教会的协助牧师，协助咱教会这各项的事务。兄弟若有重要的代志，会当敲这个电话0931914544，甲尤新牧师来联络。第二，本教会定伫5月17的主日，是咱教会设教117周年的纪念主日。咱第一堂礼拜后，有要召开中执会，地点伫咱对门的发展中心社壮大的教室请中执团契机构首长有留时间来出席，嘛请这个团契要甲各部要报告的资料，伫5月12拜2以前来交予办公室干事来准备议程的资料。第三，因为疫情的关系，咱今仔日无真济的庆祝活动暂停，甲即个无真济的敬礼嘛暂停来发放第四，下主日5月17是玉山新人院奉献主日，学院有派张入兴牧师要来咱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弟为着玉山新人院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五，教会定伫7月初5第一堂礼拜中要来举行洗礼、坚信礼。若是要兄弟要接受圣灵洗礼、坚信礼，请伫今仔日到5月24办公室来报名。6月初7甲6月14这2个主日爱参加基要真理课程的上课。咱伫6月21日要问道会详时若有要报名幼儿洗礼的兄弟幼儿园办公室来报名。这个报名到6月21日来截止。落去的报告请咱家己来过目。伫第8页有奉献的明细，若是有刊登错误的时，请兄弟无客气，咱的干事来伊更正以上的报告只是介绍请咱尤新牧师。牧师遮无手头的资料毋知有今仔日对外地转来咱教会主地转来甲老母过节，请咱徛起来好无？伫4个所在，即个咱即场以外，阁有3个所在，请咱徛起来。外地转来遮个主地，大家拢真客气好，牧师嘛是爱介绍者，有2位是我伫阮教会阮的会友，是牧师牧师娘搬转来台南了，第一位来甲阮看的阮的会友，林增吉弟兄甲伊的囝钟群兄请你徛起来。好，多谢，谢谢。好，其他毋知有今仔日第一遍新来的兄弟伫咱中间无？若无，咱时间到书会。好，咱即时来看咱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记载箴言22章第6节。我先来读一摆，然后咱做伙来读2摆。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以教老也无歪错。咱做伙来读2摆。
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箴言22章60搁一摆，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箴言22章第6节。这时咱三个来吟祝福车建的诗，圣诗402首，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山请牧师为咱来祝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引带保守，参恁每一人三角地地，特别参阮中间做老母的三角地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即咱互相行礼请安